后来乡亲啊，这个高丽菜也继续摆入来了。所以咱的乡亲看要拍这个高丽菜干，也则是要包高丽菜的水饺，即卖当是时阵哦。中华二林有农民讲，交予批发商的挂价一箱是120，但是成本就要80块，真袂好。所以规期开放予民众家己来采收，4粒50块。野刀啊、干碟啊、焖高丽菜，家己焖较俗，因为4粒只要50块银。那个可以打一刀。在这里。对呀，农民很辛苦耶，我们要帮忙啊，让他减少损失啊。有人为台中来，有人为南投来体验采收的趣味，嘛帮助农友。农友讲，这个是点啊？雨水较高，高丽菜有够歹，交批发商袂好。抓箱啊、黄金啦、人工啦、做工啦，唔知80啊。啊，一箱你若卖120，你嘛出40块啊尔。真个菜农直接将高丽菜当作肥料，其实心内是真唔甘。拍卖市场的均价是14.7。偏偏菜价搁只价，若是找人来焖甲包装，又搁是一笔一寸。农友规期开放予民众家己来采收，安尼较免了遐钱。